喺澳門繁榮發展嘅歷史長河入邊，有一班青年用75年堅定嘅信念，書寫屬於學生嘅篇章，令佢哋一代代相互聯繫、彼此扶持嘅係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1950年5月4日，學聯創始人冼維亨先生同一眾有志青年推動下，澳門學聯正式成立。第一批主要由學生組成嘅學聯人亦應運而生。當時正值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各地愛國民主運動盛行，學聯亦肩負凝聚學生愛國力量嘅使命。從此，愛國、堅澳、團結、服務學生，成為咗呢一個學生組織不變嘅初心。學聯精神咧就係愛國、愛澳同埋團結，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嘅。我哋有好多活動咧，都係圍繞住澳門嘅年代嗰陣時候咧，中國咧喺世界咧就越嚟越強大啦。咁我哋呢個愛國嘅活動咧就好多。澳門學生咧，我所知嘅咧就係喺澳門裏邊咧，社團辦刊物啊係最長壽嘅。咁咧就佢嘅規模咧係好細。但係咧，佢五臟俱全，包括有呢個採訪啊、記者啊、編輯啊、校對啊、發行啊，嗰個過程裏邊咧，我哋就好似做咗一個新聞工作者咁樣嘅。當時嘅情況咧，就係唔係個個同學都可以參加學聯嘅活動嘅，咁所以變咗咧，點樣使到大家咧都好方便、好容易去參加呢個學聯活動咧咁。為咗更有效咁團結澳門各校嘅學生，學聯人開始舉辦更多元化嘅文娛活動，透過有趣嘅課餘交流，令大量不同背景嘅學生因為學聯而產生聯繫。當中不少活動連續舉辦數十載，成為學聯嘅知名品牌活動。喺1969年1月咧，係辦起第一屆嘅學聯淮山賽。我因為係冇諗住後邊嘅，咁咧橫額只係都係寫呢個首屆嘅啫。見到成績相當好咧，以後咧就一路冠命落去，咁咧一路跑到而家咧50幾屆啦。氣象局預料，熱帶氣旋萬宜將會喺星期一初時進入本澳800公里範圍。當局會評估先發黑球嘅可能性，等萬宜影響進一步增加，將會適時發出熱帶氣旋信號。咁多年之前都冇試過雨天，今年嘅華山炮就真係落雨。我哋過程中其實我哋都好緊張啦，好難去想像落雨嘅情況。我哋3、4點嚟到松山鎮，好不幸咁係一直落雨。嗰陣其實我哋冇得諗咁多，因為我哋 set up 嘅都係要 set up。如果唔係，我哋如果等佢停雨過，我哋係趕唔切。我哋就着晒雨衣啦，開始搬鐵馬啊，去 set up 各種嘅嘢。去到6點幾嗰陣，我哋嘅工作員啦都逐漸到來啦。我哋開始諗嘅係，哇！一咁大雨，我哋啲工作人員要點算？決定嘅方案就係我哋會延遲1個鐘去舉行啦。有啲學校咧就已經好早嚟到啦，一間學校可能少嘅就10幾個，多嘅就已經60幾個啦。即係其實因為呢次華山炮係我第一次做到籌委會主席啦，以前都係做一啲籌委嘅一啲工作，即係冇做到 leader 呢個位置啦。所以其實我做咗今次之後，發現其實 leader 都唔易做。之前已經諗咗好多遇到嘅一啲問題啦，但係正日咧都係出現咗一啲我哋冇諗到嘅一啲問題。所以我哋有準備落雨方案啦，但其實我哋落雨方案唔可以話係好全面咯，因為咁多年嚟都冇人經歷過，都冇人預想到落雨會係咩情況。4、5個鐘嘅一個比賽，加上有落雨，佢話其實啲工作人員係真係辛苦嘅，好好咁完成佢哋工作。其實我哋都好感謝佢哋，即係如果冇佢哋嘅話，我哋好多比賽嘅內容咧係冇辦法完成嘅。
咁書法比賽啦，唔單單只係同學仔嘅回憶啦，亦都係我哋學聯各個成員嘅一個共同回憶嚟嘅。活動啦，自2000年就開始㗎啦，一直以嚟咧都受到社會各界嘅重視，學校嘅歡迎同埋同學仔嘅鍾意。委會咧都係由學生組成嘅，佢哋嚟自唔同嘅中學同埋大專院校。由活動一開頭嘅策劃到我哋活動嘅宣傳、報名，就係由我哋籌委會成員去完成。籌委會成員啦，佢哋除咗要兼顧學業之外啦，佢哋都會有自己嘅課餘活動，咁可能未必可以出席每一次嘅會議啦，咁其實都係好考驗佢哋嘅時間分配。活動嘅參與人數咧高達2200人，亦都有嚟自唔同學校嘅同學作為我哋工作人員，協助我哋今日嘅活動可以順利完成。係一個傳統嘅活動，點樣將呢個活動咧嘅主題有趣咁樣去呈現喺大眾眼前？一年嘅主題內容咧都係會緊貼時事嘅，咁同時亦都係想藉此啦去弘揚祖國嘅優秀文化傳統，將學生嘅呢個創意思維同埋我哋團隊嘅一個集思廣益啦。最大嘅唔同之處咧，其實就係學聯咧係以學生服務學生嘅形式，係可以令學生去參與到呢個籌備活動。咁同時咧，呢個活動嘅服務對象都係學生嚟嘅。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係可以培養到學生嘅策劃組織能力啦、協調能力啦，同埋溝通能力。因為學生喺入面啦，唔單單只可以成為活動嘅策劃者，都係可以成為呢個活動嘅參加者，一齊喺實踐中去成長。呢一個都係一個角色嘅轉換。大學生創業市集呢個活動咧，就係提供一個創業嘅平台俾我哋而家嘅大學生。大學生創業市集咧係一個比較創新嘅一個活動啦，因為呢個活動比較創新啦，冇以前嘅一啲成果俾我哋參考啦，所以我哋喺宣傳啊，喺一啲招攤主啊、人流量方面，我哋都冇太大嘅資料去作參考啦，所以好多嘢我哋都要喺嘗試之中去得到我哋結果啦，就不停咁樣嘗試，然後不斷調整，反覆喺呢個過程之中去揾到我哋最合適嘅方式。過程之中啦，都希望佢哋會明白到其實創業啦都要有克服困難嘅精神啦，包括勇氣、堅持等等嘅一啲精神品質啦。去到第60屆咧，就有機會可以做到副理事長，由一個純玩嘅角色變到係一個籌委嘅角色咁啦。有人可以帶住你去做啦，而你同時又可以同你身邊嘅可能同輩一齊去做呢樣嘢。其實大家個關係其實會係 close 啲，唔會話真係我帶住人哋去做咯。其實更多嘅係大家一齊去商量，一齊去諗點樣去做好呢個活動咁咯。令你喺中學時期都可以有機會去接觸到社會咯，令到你到時可能讀完 U 出嚟接觸社會嘅呢件事唔會係好陌生咯，即係你起碼有個可以叫做過渡嘅一個地方可以俾你咁。其實澳門學聯係一個好有意義嘅地方，而佢嘅意義係在於一直以嚟係堅持以學生服務學生嘅一個精神。有乜嘢係可以令到我哋嘅學生翻咗一日學感攰之後放學我哋都會翻嚟呢？其實就係澳門學聯嘅一個凝聚力啦。其實都係我哋希望我哋可以為學生工作作出一個貢獻嘅一個信念，令到我哋成班人由唔同嘅學校、唔同嘅年級、唔同嘅中學、唔同嘅大學都係翻嚟聚首一堂嘅一個原因。十分之係感謝各個前輩啦，對工作上嘅一直唔同嘅指導。學生服務翻學生，由學生促進我哋嘅學生咧係自主去組織一啲活動，呢個係一個鍛鍊學生嘅一個機會。學聯係一個大家庭，佢唔單止係咗外國學校，仲有好多教會嘅學校嘅學生咧，都會融入到呢個大家庭入邊，一齊去為呢一個大家庭工作啦。咁樣大家係好開心，好似兄弟姊妹一樣。學聯咧就係一個俾學生互相了解嘅一個平台嚟嘅。咁我覺得學生嘅特性咧就係真誠坦率，尤其是喺我哋學聯嘅組織入邊嘅學生係既認真又真誠又坦率。
啦，大家準備好未？好。好，1、2、3。祝澳門學聯75週年生日快樂！耶！祝澳門學聯75週年生日快樂，再創高峰！澳門學聯75週年生日快樂！學聯75週年生日快樂！希望學聯辦得越嚟越好。恭祝學聯成立75週年，以後成績更進一步。祝學聯有新嘅進步，闊步前進。